第二日是大娘娘到王文通给美色幸福第二奴女。第二奴女的结拜兄弟叫马龙，现在手持湖光西山人偶，到襄阳来私营采访。得信第二奴女白美，所以这里的第二个来点哈。那么现在要请第二律师大娘娘下律好堂举哀。第二律师不肯下律，那么王文说：“阿三，你下律该把人家路有点点过得来，你说无天赋啊，你为人家是不够气？我打你吧。”那么第二律师说：“那么我下律嘛，我对多少要打死一台下去的。那么你一搞对那流浪也懒人官掉入的掉。”王文说：“非要紧官，你到下律去嘛。”我到屋里向去回答，因为我去年7月初1服上西律到现在了，100岁律也不拘跟的分回到屋里去，让我首先口，还有啥天没啥天嘛，马上花过火上，我是贴隔壁啊，马上花过火上，得给到流浪来，等到你好当的事体嘛，我已经来着，那么还是年半的在，那么是也没说啊。哟嘞，哎，娘娘，送他带花有够花呀！啊，是在，我也有个么嘴巴，啊，这样落得起，一年也走起啊！不，我现在不马上就去，那么哪讲？我也看很多娘娘手掌，很多娘娘一头乌绿。要到我的营养高的分别，要西矿在上上或营养高讲，可是中门外书嘛才是男人，里向才是女人。属于男人的是属于阳，里向才是女人属于阴的，属于阴，所以叫营养高。要西矿在东西营养高出来着。喂，娘娘，有高我要看你手上当你一来屋里来。第二就是想。这个好说当我是对家庭生的，别要看我手掌干嘛没上？那么丫头们与我手掌啊！那么个两屋头在切都不准，西关着肉来，取得一只海棠色阴人毛，象牙结子，腾出个灯子，马上招待门前一把，呀娘娘，请大给打来手吧。是啊，说情，说情，两个的过来嘛，第二律师谁让张台门前说不定。王文呢，反帮之水也立在旁边看第二律师手上。那么我原来上铺里边立上去啊，也真还。对着灯子过来，哪有干的手指吧？这样都这样的啊。那现在原来要进去拿一块白来头子的丝头衣裳，马上娘娘肩高上向披一披哈。到你头发上向手什么是拿来？娘娘那个头发动啊，我要当你丝头扎。是。第二律师大娘娘，自个这面孔呢，的确是别致。那么第二律师别致呢？哎呦，再别致不在。脸上的哈，你们三个一动马对话，4个窝头3个400亿，王文3个一支杆子，叫牡丹山下西平落叶无踪。真话出用牡丹城，娘娘是么抢对菱花溜冰云。今这里我里和大神牛啥个抢对菱花
就是对个面金子手上啦，来勉强给。将那金凤一枝拆西下，百年一发玉枝金。娘娘虽实在偷下来着，那么原来到底死头，那么死个啥个头呢？人力一手蝴蝶结，那么钩上呢四个叫蝴蝶结，那么新钩上到老钩上还有分别呢？有分别的。下去马节几年真新钩上。蝴蝶结上像一个毛球球，两个上毛球球不在，这样的分别。那么第二类是么？男人虽是一年一分做，总归是辛苦上的了。在那头上像，这个蝴蝶结上还有毛球球的。那一个头四下嘛，米汤是带过来烤米子。哦，第二类是来得来，再上起来米也分烤，不是该，因为你是工商在，不还怕分第一支该。现在要到下头学堂里向聚会嘛，分了一支要烤脱里个，上了米汤是带过来娘娘烤米。大赛西进春之分，真是眼里无呀你动心。分了一支卡他们叫啥神奇领域一共的编制，娘娘们正说讲行礼服呀。那么现在米卡哈，那么首首第二类是米空，乃是编制官，那么为怕啥分第啥一支呢？那这个才是王文上之类的底细。王文说阿三，你说米空是编制的，在我看来了，你还要怕分第一支。这不说啊，你记住些我面孔喊嘛，为啥我要怕分第一支呢？哎呀，是阿三，是个70岁方面搞的乡的，青灯江漂亮别大手，就我穿就是弟摸鱼了啦。啊，那么那样我怕分第一支就怕分第一支。那么现在在学堂里面，哎呀，考特个呢，别考特的个。那么第二类是面孔考和面汤是有我的带他。现在拿把衣裳拿过来嘛，要换好衣裳。那么因为第二类是嘛，一直在镜子里看啥？看王文，王文嘛一直让看第二类是，你看我看你们叫啥一样么子忘记着，啥么子忘记嘛？耳朵浪像一副金球忘记的时候来着。上来爱学的等那学堂里向，也半路才怪，不让新活动人也看见。现在娘娘拿水上向着熟头的来偷下来，四下两800藤子挖金说，昔年内城爱上城。下去采不保证跟爹越挖全少岁生衣裳无憾，那么也拿小家子拿过来着，一双木袜子拿过来娘问他是谁他下马一问，娘娘上写叫写得来真正一点点，那么还有几乎插成年，娘娘来唱出来啊！收来3成，为期2、3分。3成为期2、3分嘛？那么搿上加到第2成7呢，还是2成8加？
哎呀，各位听众，这个一份上午啊，我吃力不杀。哪吃不杀呢？娘娘的势力大家，金胖子就是二乘八，生气的干啥子就是二乘七。这个了，这个一份上午我吃力不杀。这么说起来，吹线叫线，怎么不灵光？哎呀，诸位想想看，电驴这个线怎么阿会吹的啦？哎呀，你今这人不师傅。一年还要打2-3周，人家是7斤了啦，一年打到5-6周的嘞。打一周脚，也下一周脚打，这种脚打才是北方人的。我下一周龙马嘛，三姑娘现在个死嘛的啦。而且你打还是叫我里向我要放饭，心里想说些。哎呦，这上线就是想得不得了。那现在上午去城市里面个两屋头，一头大家在分了一只烤烤摊，一头把衣裳捂哈，娘娘上一当杯，高你别自在。他是专人帮我领先下。还想还加更口深，谋生手干问身白，手写手双也已经。呀娘娘，现在30里在，哎呀我女吧。是啊，叔叔，奴遗憾了，我们下路去吧。阿婶没得口，因为学生当时那流浪已经看过那只红绿衣裳，都要别过人啊。今朝那浑身湿吧，看看刚你来的别自在。再过7岁才发闷，已经吃过5月荤腥都要发威。难得走步吃点青菜豆腐啊，但觉着别有风味。阿婶，你是俺一当杯，学生好有一比，比什么？好比那经理把肉经理做，此处你肉制作令，阿婶是白大是个我姑。哟，叔叔太绝过分了，像奴家呢说过外太，身边的丫头细致。阿婶别客气，啥是可以比的。就是那龙女鸟来，一当得起。也气死吧！也是夸在比了比到我身上来噻，根本为了哇？为啥人？为了受罪了哇？受罪嘛，阿小你放心，总归有人管。受罪毕竟要3万分，未必说的害个自家比为的受罪了这个。还是啊，神光不在，上下里去吧。是啊，叔叔下里去吧。阿婶没爹娘，我想还有一比了，比什么那？他比那司马相如，一拉布，当你心挂的作文卷。男作文卷，小作黑，女相是憧憬与之言。阿婶，这个一比比的呢哈，有够热哈，下路去吧。阿婶没爹娘，我想还有一比嘞。哈比那壮志牺牲后的梦，那
地是很良心。喂，每次都要系统和门手来看。阿是啊，昨天弄门手，那个一比人我有什么关？比你都要么上次先生，比你娘娘们第一日夫人。我是第二个龙山公么是王生公子，你娘娘疾苦送一子，哎呀，现在吃啥我？哦哟哟哟哟，娘家你是对厉害个，男人兄是像上次先生，你多娘娘是像第一日夫人，别过这个王生公子你放心啊，不为娘不让别人走高。那男女非必非壮志，今世话筒有法为经，只能死去不能生。我望问就是那丑王生，把铁蛋就可以夸。哦哟哟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快点下来吧。妹妹家娘，我上外语一边了。王文立起身来嘛，搿只水搭了流这个肩高了。阿婶上岸一来得以后语一边，比什么那？好比那绿白雨柔一风息，落雾春天日晚晴。阿婶，搿个一比比的那哈，哟，狗肉哈，快快下来去吧。阿婶，妹弟娘我上外语一比的，也是夸赞，往比是比说的太早意，比服啥？阿婶啊，非要一比太一啊，这水上一比，我不三比，搿等都是一关系的再比，那。龙龙们也是发理发说的闲话，搿么你比呀？阿婶啊，好比那水墨金色相仿佛，那白娘娘与相亲。哎，有个你搿个一边比的对在。哦，这个一比娘叫得听得真真。嘿，你娘娘嘛三个白娘娘，你姊妹几高里面三个小亲亲，你王三个嘛三个虚心虚后文，白娘娘小亲亲带个虚心说的还个咋？都明虚心是的不良心，但有些的我也还不认得啊。那么你姊妹几高的大娘娘带你哪说的还个多啊？将来你是，哎呀，恩将谁办给？说得出个。阿婶是像白娘娘，阿娇都像小心情。别个你都放心啊，你都带我是啊哈，我不会像虚壳里了，其实啊唔良心高。我非七世的东南事，我望问非别人虚海问。阿婶，我比得高兴，我的这五体的好友一比，比什么那？这夫妻就做度假人，你也还得个来，唔少比度假噻。哎呀，出门的家，哎，那我倒是啊，狗些嘛，在那流浪玩，比是比不肯我旅噻。为的是屋里向嘛，非本多高做流浪子啊，也是过来讲。是啊，叔叔，去年谁也来的，不要被你家妻子流入了。阿婶阿姐啊，你都能说得出个家，啊，你搞做流的来我干，非是流不来我，哪怕我离掉来收来我嘛，我也要额头是的来的嘞。几人同的是带牛的生动楼上四动分，带牛的动作
衣裳动着口，但牛的不理周瑜不理君，但牛的懂得吃饭懂爱说，哪怕你将来饭吃发么拿，但牛的懂事给了懂的人，嘿，你西夸噻，俺不个种带牛官，真正气手，还在啊少屋里吧？是啊，说说下来去吧。好给，哥们阿婶阿叫多钱？那几副烟雾领队后，不知是我上开心。哥们第二里是屋里阿夸家，夸高分享真知他的生产我屋里买，你是夸啥个？你都听下去呢。一男偶女把吕冰下，阿夸已经56岁，非得56已经到我的中门跟随在。那手为水壶碗分啊，说说够累呀！那几曲生儿身不正，娘娘怎么应得福儿喜定年？去了谁也来的，莫是那60岁也带什么？实在人拉太高灵，叔叔去了谁也来的？我上去时啊，你是外高一个立刻马上就来，去吃你去吧。那么我上要去着，把你爱学会啊。叔叔回来，我上在去了谁也来的，妻子马上就来啊！三个头上他们当个大日，不知那不里想出来，但我里想是头上个石牌，不知那不里讲出来。我往马上就来个，别个阿三，你但是还让你别多考，多考只要考哇身体改。明白了，许次你去吧。干嘛阿三我上要去找，当然爱学会啊。叔叔回来。我上在去了谁也来的，当然是马上谁来。他是来日两边怎样？我上不会来时，他是来的时这一点嘛，你阿三要弄我上那喊你，我也大的我上不会来时，来的时这一点嘛，听明你阿三高发背诵这么在，许次你去吧。那么我上要去着啊，当然爱学会啊。